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A 娛樂。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中年好聲音2嘅人氣選手黃敬文 Kevin。今朝6月26日 ，Kevin 喺社交平台出 post，話自己洗玻璃兜時唔小心割親手指，傷口深到見骨，仲要送院急救。佢留言話：割到見骨，成手血，今晚要住醫院啦！真係聽到都肉赤。從相片可以見到，佢手指包住厚厚嘅紗布，人喺病床上，仲打氣話大家要小心家居安全。小粉絲見到都即刻留言：Kevin 保重啊，洗嘢都要咁驚險。講到 Kevin，其實佢背後嘅故事好感人。細個喺單親家庭大，媽媽仲喺佢生日幾日後離開咗人世。佢曾創作歌曲《遠走悼念媽媽》，令唔少人聽到都眼濕濕。近排佢舉行咗人生第一個演唱會 Stand by Kevin， 爆滿之餘仲有周慧敏、譚輝智做嘉賓，感動全場。今次受傷雖然唔算大事，但都希望佢快快好返，繼續為大家唱歌。